我哋都打咗9條問題出嚟，嗯估計咧可能大家都會可能想問嘅，咁我都逐條首先講下情況，咁睇下會唔會講中咗你想問嘅問題啊？咁第一條咧就係可能會遇到嘅情況就係學校本身報咗名嘅同學，佢同老師表示咧就係佢已經係用咗個人方式報名，咁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可以點樣處理嘅？咁其實咧我哋呢一個比賽咧係唔接受學生用多於一個帳號登入去答題嘅。如果喺我哋後台嗰度發現咗學生可能用咗兩個帳號去作答嘅話咧，學生咧嘅參賽資格咧係會被取消嘅。咁所以咧，如果遇到呢個情況嘅話咧，學生咧就必須要提醒學生喺比賽期間咧，只能選用一個帳號。係啦，佢只要係我哋後台度發現咗，見到佢只係用一個帳號去作答，就算佢實際上擁有3至4個帳號咧，都係冇問題嘅。咁而喺連續5天嘅作答入邊咧，係必須用同一個帳號嘅。咁如果大會喺賽前發現咗，因為我哋大會咧係會將後台個人報名嘅信息會同埋我哋收到翻嚟嘅學校集體報名嘅信息咧，會交叉比對嘅。如果我哋發現咧學生係用多於一個帳號報名比賽嘅話咧，我哋會通知學校請老師咧，又係提醒翻學生喺比賽期間咧，只能選用一個帳號作答。咁第二條問題啦，學校可能就會想問，學校老師可能會想問，報名之後我可唔可以修訂學生參賽嘅人數或者資料？咁其實係可以嘅，咁你只要喺報名期截止之前啦，通知我哋中國文化，通知我哋，咁我哋就會去作出一個修訂嘅。咁老師可能問啦，如果我有學生獲獎，咁但係咧佢係用個人方式報名嘅喎，冇通過學校報名，咁或者係佢唔係用校園登錄帳號咁樣登入去作答題嘅話，咁佢個分數會唔會計喺學校排名入邊嘅咧？係會嘅。因為咧，所有參賽嘅學生咧，佢其實佢嘅參賽信息入邊咧，都會填寫咗佢哋係嚟自邊間學校，咁所以咧，系統咧佢就會係對應翻，就係將佢哋嘅分數咧計翻落去所屬學校入邊嘅。咁頭先其實我同事阿 Ellie 都有提到啦，就係如果錯過咗其中一天嘅答題，可唔可以補答？咁答案係唔可以嘅。咁亦都可能會有學生，呢個係會學生特別比較關注嘅，就係，咦，學校派發嘅校園登錄帳號喺比賽之後，我仲可唔可以用啊？特別就係一啲小六嘅學生，佢可能會問，我升學之後仲可唔可以用到呢一個帳號？咁其實係可以嘅，學生咧可以一直使用學校校園登錄帳號咧，就登入去應用呢一個 App 入邊嘅其他功能。咁亦都會有學生可能會問就係比賽第一日，如果我用個人帳號答題，第二日我用咗學校提供嘅校園登錄帳號答題，咁對成績有冇影響啊？咁其實係會嘅。雖然你唔係同一時間用兩個帳號去答同一個題包，我唔會取消你資格，但係咧你個分數係會直接受到影響嘅。因為你第一日嘅分數咧，你可能就會記錄咗喺個人帳號；第二日嘅分數咧，就會記錄咗喺學校提供嘅帳號入邊。咁變咗咧，就算你餘下3日只係用其中一個帳號答題咧，你個帳號永遠都只係有4天嘅累計分數，咁就會影響到你個總分嘅排名啦，亦都會令到你咧未能獲得呢一個全勤嘅勳章嘅。
咁可能亦都會有人問到，就係個人嘅帳號同學校嘅帳號，即係校園登錄帳號，其實有冇唔同嘅地方啊？咁其實咧係呢兩個帳號咧功能係一模一樣嘅，咁只不過咧係獲取嘅方法唔同嘅啫。咁關於答題方面，咁可能學生就會問到有冇限時㗎？我會唔會係要限時1分鐘之內要作答咁樣？咁其實係冇個限時嘅，咁但係要留意啦，因為我哋呢一個比賽咧，參加者都應該會非常多嘅。咁如果我哋喺同分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會以答題較短嘅時間完成嘅參賽同學咧係優先評獎嘅。咁所以係要答得越快越準，就會可以攞到冠軍啦。咁最後係關於作答嘅時候一啲需要注意嘅情況，就係如果用手機或者平板去作答嘅時候，發現個網絡唔穩定嘅，學生可唔可以重新登入由頭再作答咧？咁答案係唔可以嘅，喺答題期間咧係唔可以暫停啦，或者退出嘅。咁所以咧，我哋會請同學家長同老師都可以留意，再重新提醒佢哋，就確保佢哋作答嘅時候咧個網絡係穩定嘅。咁第二咧就係因為我哋有朗讀題需要變音嘅，咁所以咧學生答題嘅時候咧係需要身處喺比較相對安靜嘅環境入邊，咁等到咧呢個 AI 變音咧可以清晰咁辨識你嘅發音。咁我哋亦都會建議咧就係學生可以喺答題之前，佢先喺 App 入邊其他小練習去測試一下，睇下佢身處嘅環境咧可唔可以係如實咁樣反映到佢嗰個發音嘅。